大家好，我是 Sam， 欢迎来到 Sam 企业再拓。本节目是由 PRC Group 你企业成长的好伙伴冠名赞助。如果你的企业正在准备成长、扩张或遇到任何经营上的挑战，欢迎联系 PRC Group。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品牌策划人，他从2006年开始投身于品牌策划，过去20年协助不少企业打造品牌、拓展市场，也参与中马商业的合作。今天就邀请他和我们聊聊如何把品牌带出国外，以及品牌如何帮助企業成長。這集我們會以廣東話來聊天，來歡迎 Chris， 歡迎 Chris， 係，喂，真係好榮幸你今日抽少少時間上嚟我哋嘅節目啦。好，我相信都好少人知，其實你係以前打 band 嘅喎，玩音樂㗎嘛 ？Rock band。咁其實點解你會最尾會做品牌策劃咧？最主要嚟講，開頭係因為從細到大都中意音樂啦，係被家駒影響啦，咁樣。黃家駒係嘛 ？Beyond 啊，我諗住你係謝霆鋒添。其實我係謝霆鋒嘅，咁話呢個人咁有型、咁有才華嘅，咁佢個偶像真係仲更加犀利嘅。點知佢唯一個偶像係黃家駒啊！咁啊開始去聽黃家駒嘅歌，了解黃家駒嘅事蹟，發覺哇呢個好偉大嘅一個音樂人，係思想家啊！咁慢慢受感染啦。咁樣喺嗰段過程當中，肯定係好用心去練吉他啦，咁樣去玩 band 啦，玩音樂啦。幾歲開始玩吉他？15歲。15歲啊，係嗰陣時係好多人都係玩電吉他係嘛？唔係嗰啲木嘅。電吉他rock 型啲嘛，木吉他比較都 OK， 只不過係比較柔啲啦，係比較柔啲。咁其實我想問下，咁其實你覺得玩音樂啦，同埋做製作，同埋你依家做品牌策劃，會有啲咩共通點啊？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創作啦，全靠都係講藝術啦，或者係思想上嗰方面傳達信息。咁我哋利用我哋所講嘅作品啊，或者係視頻啊，或者係音樂啊，或甚至乎係顧客啲產品又好，點樣將利用你自己嘅藝術嘅形式或者創作形式帶出嚟啊？其實都係需要話靈感啦。咁其實呢家嗱，你喺呢個行業就20年啦，喺呢個 market 上邊咧，即係你遇到咁多嘅老細，咁好多老細都會覺得話，我今日有自己嘅 branding， 有自己嘅 logo，我就有品牌啦。咁其實係咪咁咧？你覺得？其實我哋做咗呢行咁多年，話好多時候啲顧客講你做邊行嘅？做品牌策劃。我哋識做攞歌嘅，你做攞歌嘅。其實我覺得攞歌佢你去做好嘅攞歌咧，你揾 designer 就得啦，設計師就得啦。咁最主要嚟講。你個隻重心點就係你個 logo、你嘅標誌係帶出咩感覺出嚟？呢好重要啦！呢度需要到我哋啦。主要嚟講就好似譬如話，好多做呢行業嘅人都會攞嚟做比較嘅，就係我見到紅色代表係咩嘢，見到青色代表咩品牌。顏色都會對於品牌嚟講都係一個標誌係嘛？冇錯。顧名思義都係由淺到深去了解咗品牌，先將品牌嘅元素用喺 logo 度，讓你認得出嚟。OK， 咁其實你覺得品牌其實係啲乜嘢咧？品牌如果你要做得有知名度，甚至乎係突圍而出嘅，最主要嚟講係呢個品牌帶出嚟嘅感覺，甚至乎嘅概念係咩嘢？依家我哋中意玩車都好，每趟車嘅性能大或者佢個概念帶出嚟，你開呢部車嘅話，你好狂野啊！你開呢部車話你好斯文啊，你商務，其實類似品牌最基本嘅層次要搭建到有呢個咁樣嘅概念。你入呢行之前，我相信你都好似做過好多行業嘅喎。你喺疫情之前咧，你有做 KOL 嘅培訓，嗰陣時係點解會有呢個培訓嘅課程咧？培訓？真係唔係培訓 ，OK。點解會做培訓咧？係因為個市道需要大量咁樣嘅元素去 KOL 同埋 influencer。去將顧客或者係將好多產品性嘅嘢去代表出嚟，但係問題嚟講，慢慢一段階段過後咧，質素就會好大影響啦。其實 KOL influencer 一般上，如果以前嘅定義嚟講，好似話疫情前啦，我哋講做呢個行業係你肯某個行業嘅專業去做呢一件事，但係後者就反而會覺得一個潮流或者用嚟揾錢或者會比較光彩嘅工作，就好多年輕人就入去啦。但係重點就係冇底啊！即係冇內涵，好似譬如話，我今日一個釣魚佬，我對好多方面釣魚嘅知識啊，或者認知好高嘅，我又分享咁吸引一班中意我咁樣概念嘅人去釣魚學釣魚，咁呢個 KOL 就係釣魚到 KOL 啦。係，但係問題佢重點係帶出嚟嘅內容個深層次好深嘅，咁反而依家佢哋中意啲咁光鮮嘅行業，年輕人佢會就呢個行業咧，但係講難聽，佢嘅廣東話講有啲冇料到嘅，即係單靠外表。亦都喺呢段階段發覺我知話，因為單靠外表、單靠一個簡單嘅包裝嘅話，你行咗好耐。
咁其實呢家好多嘅 KOL 都係話，即係我有流量咧，我有好多嘅 follower，咁你今日你嘅產品俾我幫你 post，又收幾多錢咁樣樣。所以其實會唔會話已經係比較簡單化咗啊？即係我今日我知要好多 follower，我有流量好高，我就可以做 KOL 噶啦。個門檻已經係好低噶啦，係嘛？相比以前嚟講，肯定啊，肯定，因為就係太容易做，所以太多人做啊。即係我係唔需要話誒呢個產品係啲咩啊？即係例如話你釣魚呢個工具點用啊？我唔需要知嘅，係你俾得錢我就幫你 post。重點係顧客要明確清楚，就係你要嘅曝光點啦，定係落地嘅，或者係我所謂嘅落地就即係話我哋推薦啊。推薦啦，因為曝光點我哋基本上揾唔同嘅 KOL 去帶嘅產品，咁好多人容易睇到先啦。但係能唔能夠落地咧，有成交或者係推薦咧，咁就唔可以咁樣嘅方法去處理啦。OK， 咁我哋講翻 KOL 呢個話題啦。咁嗱，依家我哋都有啲人帶貨啦。咁帶貨嚟講，你又點睇咧？帶貨嘅話，我最主要嚟講係睇翻嗰隻 KOL 或者係個博主，我覺得相等於好似我講緊實商人社會唔多啦。咁樣KOL 博主都好，有啲係為錢而去出發係正常嘅。正常係肯定正常嘅，係啊，個個都係啊。但係問題為錢而出發嘅之餘咧，就對自己嘅工作嘅態度或者係個專業度係必須要有嘅，因為消費者係相信嗰隻 KOL 或者嗰隻博主，但係因為一個咁樣嘅相信咧，如果相信到唔啱嘅咧，就踩雷啊，就需要打價嘅評咯。係啊，打價嘅評係嗱。另外又講翻啦，你長期都同中馬合作，咁其實呢一個機緣巧合同中國同馬來西亞呢邊嘅合作，其實係點樣開始㗎？因為好多人都知道話，今日如果我將我嘅品牌想帶入中國，原來我哋馬來西亞都有一間好似你品牌策劃人可以幫我哋，即係有咁嘅窿路幫我哋可以踏入去啊！咁其實呢條線你點搭㗎？哇，緊要啊！呢個問題就係喺2016嘅時候啊，當中階段嘅時候我都有打過工嘅。咁打工嘅時候因為負責喺中國、泰國或者係新加坡、越南都好唔同地方去做亞太區嗰啲業務對接。即係後生嘅時候啦。係啦，依家都好後生嘅，前幾年嘅事啫。前幾係咯，幾年前啫係嘛？咁我原因識嘅朋友多啦，咁後者就好多佢哋因為關係原因就講張總倒不如你幫我哋協助將佢哋中國品牌帶馬來西亞啦，因為早期佢哋好多入嚟馬來西亞水土不服。嗰陣時就網絡冇咁犀利。係啦，仲好多時候就係。有時人哋講時勢做英雄定英雄做時勢，遇到個階段就係馬來西亞嘅商家要走去中國市場。英雄做時勢，時勢做英雄。我點解講呢個 point 咧？係某個階段嘅時候，馬來西亞嘅政府就想推廣好多馬來西亞本土嘅商家入到中國市場。咁我機緣巧合之下，我就why not我唔創造啲項目，令到佢哋大家統一制係雙方交流咧？雙方交流係好聽嘅，實實在在嘅係雙方面都大家都可以互相進入大家認識又進入市場咯。OK，據我了解啦，你之前係 Lions Club 商會嘅主席啊，慈善會啊，即係其實你係透過呢一個商會呢個慈善會，即係你開始就中馬呢個合作嘅形式啦，係嘛？咁我想問下你啦，中國品牌嚟到馬來西亞咧，其實有啲乜嘢條件啊？有錢咯，最緊要。其實講難聽嘅一件事，但係要面對現實就係因為依家係舉家變遷咁樣，即係話將佢哋嗰邊嘅業務帶埋馬來西亞，首先就等於零啦，從頭開始。你講唔係啊？互聯網之前傳達好多㗎嘛，譬如話喺國內比較紅嘅品牌都好，馬來西亞都懂嘅。咁當然，因為我哋呢邊嘅 license 啊，或者係我哋嘅標準都同佢哋唔一樣啦。咁其實佢哋即係除咗呢啲嘢，即係話我哋嘅 licensing 嘅問題啦，我哋文化嘅問題啦，主要如果真係中國品牌嚟到呢度，佢哋真係需要留意啲乜嘢咧？真係需要留意啲咩？其實我覺得實實在在公司嚟到馬來西亞，就等於當年我哋入駐中國市場嘅好正規咁樣去申報，正規咁樣建立自己嘅公司啦。咁亦都好多國內朋友，佢哋有一個性格就某部分，佢哋好中意快狠準。快狠準係我哋馬來西亞佢哋嘅標準嚟㗎嘛？呢個。但係好多時候唔可以因為馬來西亞呢度比較容易溝通即係比較容易做事啦，唔理佢先做咗先，但係往往就係咁樣，就好似好多招牌嘅問題。係，即係佢哋知道馬來西亞嘅相關嘅單位肯定係唔可以俾你用個語言度個大細字眼嘅。啱。你冇理佢先，我炒上嚟先，我做咗先。咁往往都係遇到個問題就係生意好咗嘅後突然間有問題啊，要封鋪啊，好多問題啊。換招牌啦。係啦。
所以佢哋有咁嘅情況，性格啊，可能性格上嗰方面啦。咁另外我就想問翻你啦，咁我哋馬來西亞品牌想入翻中國咧，其實需要啲會唔會好大挑戰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挑戰都好似好大下喎，會嘛？我咁講怨多少啊？就像我老細以前嘅講法講，會呼吸個人咧就會幫你買嘢嘅。以前我老細咁教嘅，所以我哋做銷嘅成日好大嘅。咁依家反而我覺得整個市場唔一樣咗，就好似譬如話你要選擇翻適合你嘅客戶群體去關注，就等於你入到中國市場佢咁大喎，一個佛山。甚至乎係一個廣東唔使講，咁我哋唔可以太貪心咁樣講，每個人都要成交我產品，反而你關注翻你自己能力範圍能夠去負擔嘅環境。呢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雖然我哋馬來西亞三大民族嘛，但係中國嚟講有60幾個民族喎，咁每個人嘅概念性、生活水準都唔一樣，我哋都要分清楚。你講統一全部都係中國人。但係某啲生活形式嘅嘢都係唔一樣嘅，所以你主打產品出去嘅陣時候，你嘅想法要更加細節啦。即係你意思話，今日我嘅品牌想入中國嘅時候，就唔好咁貪心先啦。係啊，我入廣州先，或者我入四川先、重慶先，whatever 都好。即係你又慢慢一個區，慢慢去，再慢慢打。即係好多老細咧都會想將自己嘅品牌帶出國外啦。咁其實佢哋又唔識人喎，又唔識當地嘅人啦。咁如果我今日真係想將我嘅品牌帶出去中國邊一區都好啦。我係需要去識當地嘅人啦，先至開始啊，定係話愛點樣？我真係半隻腳踏咗入去啦。其實我建議就係試下去嗰隻地區或者嗰隻地方去住一段時間，或者係你講旅行都好啦，玩長一啲時間。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去旅遊，我哋係走馬看花咁樣，唔係好了解到。咁如果去試下喺嗰度住下，體驗下佢真真正正個內裏嘅社會模式係點樣嘅，先至去搭建。因為好多時候佢哋一入個市場，如果我哋唔係大財團嘅話，我哋好難同一時間落去揾好大個經銷商去協助。咁我哋首先要知道當地個地頭蛇係邊個嘛？或者係了解真真正正嘅風土民情嗰度情況係點樣，比較理想啲。咁你先至有一個方案出嚟，去點樣應對翻你要入個市場個地方。咁你一方面咧，如果我哋透過你嘅話，咁其實你會點樣協助呢班老細企業家咧？咁我都係同相等於帶佢哋去轉個窿先，即係打個白鴿轉先。最主要嚟講係你可唔可以 afford 到嗰邊嘅文化或者嗰啲規條先？所以點解我會有一個商旅帶佢哋行下去接觸去對接下？我哋唔係單單做服務咁簡單，即係話帶你出去咁樣搞掂你嘅事啦。我哋反而同你合作性去點樣落地，同你一齊去將你會喺國內遇到嘅問題嘅情況，去一齊去解決咗先。咁你先至我哋團隊，即係同顧客之間係一個團隊形式啊，去進入對方一個市場啊。咁 AI 出嚟咗啦，即係依家都全部 AI 啦。咁其實你對於呢一個AI 嘅時代咧，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啊？即係你品牌會唔會被取代咧？唔係啊，我覺得 AI 出嚟協助我哋更加快速去達標啦。就好多時候 AI 其實都係工具啦，佢係代替唔到人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唔係話佢個感性啊、情感各方面之，其實 AI 一個咁大嘅發明係我哋人應該學習點樣去善用或者利用呢一個工具更加快速我哋達標。反而我覺得依家有咗 AI，我哋好多方面做製作啊、做創作啊，更加容易啲，係更加有概念多啲係嘛？大數據最準確嘅，好似譬如話10幾年前啦，譬如話某啲連鎖餐飲會揾我哋出清成個市場策略分析，俾一個好大費用。係啊，以前有咁嘅行業。大家好直接去 check 住啲問題係邊度最多華人，邊度最多印度餐食啊，佢出晒嚟咯，個數據好準確嘅。AI 顧名思義係好啦，對我嚟講，其實我都幾中意 AI 嘅，因為點解？因為好多嘢真係解決咗好多好方便嘅，即係遇到生活上嘅問題都好，whatever，即係佢可以解決你好多問題啦。咁其實未來5年你又點睇咧？即係你覺得品牌呢一個行業會有啲咩變化？因為先 AI 即係我有問題，我問佢就可以俾我好多嘅提議啊、建議啊，咁。對你嚟講，即係 AI 呢一個會唔會係好大嘅挑戰咧？你點睇啊？我反而覺得未來5年咧就更加好做啊！點解咧？係因為就好似啱先我哋第一個問題講，品牌好多消費者或者顧客會認為品牌就做好攞高就得啦，係主要係認知度嘅問題啫。咁因為依家 AI 咁發達，咁更多人個資訊同埋個知識點高咗啦。變咗嚟講，佢哋需求服務好啊，佢哋嘅要求性高咗啦。咁變咗嚟講，就好多人好明確知道，有啲所謂嘅 marketing 公司其實係 marketing 公司，佢唔係品牌公司。顧客就會分析我真真正正揾嘅公司單位就係呢一種品牌。所以點解做品牌好多時候我哋唔想去牽引到唔係啱個顧客入嚟。
即係你覺得係 AI 嘅發展可以將你令顧客更加了解自己係需要啲乜嘢。係啊，明白。啊，冇錯冇錯。OK。咁如果啦，最尾一個問題，如果今日俾你一間公司，佢有 budget 5萬蚊馬幣，你會建議佢會做 branding 啦、marketing 啦，定係做 sales 咧？我建議啊，你做銷算啦。首先，顧客要抱住嘅心態就係，佢唔係買個攞嚟先，攞嚟實際上佢哋講5-6萬買咗翻嚟，或者我係1萬1買咁樣換手錶，佢反而係買更加貴嘅陀飛輪以上嘅嘢。因為點解？因為個產品呢樣嘢品牌佢哋會增值。我攞個本金我唔夠嘅話，寧願唔愛去咁大嘅冒險。即係話你揾多啲錢先，因為品牌嘢係佢定義為係價性好高，可以分分鐘講無價嘅。所以我覺得建議係唔係講你嘅錢少你做唔到呢個 branding， 係將個集中力去翻個銷售路先，打好個基礎先正去做品牌，因為品牌嘅錢燒唔晒。你嘅建議係覺得我將公司嘅基礎撈大啲先，係先至再做 branding，再做 marketing， 再更加俾市場認識翻你啦。因為依家你知道好多嗰啲公司佢哋一開頭 branding 做得好靚，但係唔長久性，主要嚟講係個建設點唔強。基礎打得唔穩，咁基礎打得穩最簡單嚟講，其實講到好難聽嗰句，亦都好真實嘅係 financial 唔夠，即係錢唔夠，銷唔夠啦，錢唔夠啦。咁唔係個銷係銷售嘅銷，你嘅生意額有咗，你下邊夠錢去搭建，咁先至做 branding。唔係你打響咗 branding，你接唔到啊！即係好多人知道你產品啦，但係你接唔到啦。好，今日都差唔多啦，好多謝 Chris 你嘅時間啦，多謝係。今日非常多謝 Chris 上嚟我哋嘅節目啦，同大家分享更加多關於品牌嘅價值，同埋最緊要係讓大家更加了解自己嘅品牌帶出國外需要留意嘅細節啦。如果大家對於品牌定位、企業形象、市場策劃，甚至中馬市場嘅發展有興趣咧，都可以聯絡 Chris 同埋店潮團隊嘅交流啦。呢度有佢哋嘅 FB 同埋 IG 啦，歡迎聯繫佢哋了解更加多。所以我係 Sam，我哋下一集 Sam 企業齋 Talk 再見。